台中市消防局的统计，一般的徛家的火烧厝，以主食无小心占上多，所以有消防队员用街头化卖必球的方式来制作防火灾的宣导片，教民众安怎避免因为主食来引发着火灾。这个影片是不是阁趣味，互人的印象真深？消防员柯树雄手举一支监视，伊到底是要做什么代志？你是毋是定定煮物件煮到臭的渣，害厝边行一个啥个民生卡？原来伊咧教民众安怎避免煮物件无细致引起火灾，透过这款的方式拍这个宣传影片真笑亏。别过我，打开排烟器，让它的声音提醒你在煮东西。会使利用开排油烟机，也是用手机设定乱情的方式，避免煮物件袂记关甲事引起火灾。台中市消防局统计，家庭火灾发生原因上侪就是煮食无细致，过来就是电器的因素加混杂啦。消防员用1点钟唔免成本拍这个笑话宣导影片，趣味够有效。我们用一些诙谐的方式来看的话，就有兴趣看它到底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对，增加他的兴趣，让他看完。有一点就不好，外面几百度的高温，你把门关起来，房间的温度25度。这阵消防队员进前嘛捌拍过海啸法师宣导防火避难的影片，点播的人次超过30万。因希望讲用笑话中有教育的意义，和民众将防火避难的重点记好条。